Hello， 各位球迷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呢一集嘅9噏講超聯，我係蘇雞。呢一集會係足總杯嘅賽後評啦，會係港隊對住尼泊爾嘅決選名單公佈咗之後嘅一段嘅評論咁樣啊。咁呢段都係秉持住比較叫做簡短啲，希望簡練少少咧就講晒要講嘅內容。因為足總杯場波其實坦白講要講嘅點唔算多流浪踢咗80分鐘好波。巴科爾踢咗5分鐘好波，咁已經決定咗個勝負，即係話一人之力就真係將成個獎杯帶翻嚟咁樣。咁呢個都係真係比較總結地可以講到一件事，就係好容易睇到呢件事發生咗。咁陣間都講少少場波，咁不如我先講咗港隊決選名單先啦。因為拍片呢個 moment 其實咧我係諗住聽日出嘅條片。咁但係咧，本身係諗係因為兩條片好似排得好似好密咁樣咧，驚啲演算法不利於我即係唔幫我派片出去，出得咁密。咁但係諗下，我都呢個 moment 好似稍為都有嘢可以講。咁然之後我驚聽日之後咧又冇咗今日想講嘅內容喎，所以呢個 moment 就排頭先啦，係嘛，就照出啦咁樣嘅。好，先講呢個決選名單先，應該。講所有內容之前subscribe channel 撳翻鐘仔就冇錯下一條片俾個 like comment 講下你對呢兩個 topic 嘅感受係點樣 share 出去 share 出去，課金支持小弟少少嘅支持多多嘅鼓勵，無論 PayMe 定 FVS 轉數快都可以嘅。決選名單呢個話題，我諗咧就相信好多人咧都好激氣噶啦，係咪？我亦都係相信一樣嘢就係當個決選名單出咗嚟嘅時候，我出完 story， 跟住然之後就好多人回覆，又話點解冇劉智樂？點解邊個都會入選？到底點解係咁樣？點解係咁樣？係大量嘅點解啦，係嘛？大量嘅點解？我其實就都有好多個點解，但我點解就係在於佢到底佢背後佢為咩而咁做呢？因為我嗰個點解就係喺呢個位度。咁我其實係拆解唔到佢個心理嘅，當然啦，我本人唔識佢啦，咁我亦都唔了解佢嘅性情同埋個性啦，咁所以其實佢嘅行為到底背後嘅動機係點樣樣？呢個容易估嘅，佢嘅行為嘅動機佢係想為自己爭取好成績啊嘛，係咪？咁呢個動機我知啊，咁但係用乜嘢方法為自己爭取好成績呢？咁呢個就人人都有千百種唔同嘅方法嘅。咁佢嘅方法亦都似乎暫時嚟講都係不被球迷去理解，但係大家亦都見到，咁佢暫時嚟講個成績個紙面上面嘅成績仲係好。咁喺呢樣嘢方面咧，就令到大家都冇乜太多挑剔到佢空間，只能夠挑剔佢揀人啊、用人配搭方面嘅一啲你唔認同嘅一啲位置。咁但係始終踢出嚟嘅內容啊、場波嘅表現啊、港隊球員嘅發揮啊，喺唔同嘅比賽裏邊，其實都係有正面嘅嘢嘅。係當然有啲都有幾有瑕疵嘅比賽啦。咁但係我諗有唔少部分嘅賽事都係偏正面嘅。咁但係今次冇劉智樂，劉智樂當然啦已經係當選咗今屆嘅最佳11人嘅其中一位最佳前鋒啦。咁其實入選嘅呼聲係好高嘅，喺坊間入選嘅呼聲相當之高。我不點名地去講有啲部分嘅球圈嘅legend 啦，咁都係 IG 都有回覆我啦。咁佢係認為劉智樂一定入選，咁都唔入選，到底點樣先可以入到選啊？到底即係環球員入咁多波，而且拎埋個最佳11人嘅前鋒嘅獎，咁仲可以做啲乜嘢可以入選呢？咁樣咁會有咁嘅疑問喺度。咁我自己去判斷呢件事嗱。主教練認為劉智樂有冇咁嘅條件喺港隊裏邊貢獻自己，呢啲係佢嘅主觀判斷。我自己對於劉智樂入選與否呢，我自己其實我唔係話佢一定要入選嗰種嘅態度嚟。我覺得劉智樂嘅元素係大家都知啦，速度型啦、快攻啦、門前機會嘅主義者啦咁樣。咁如果喺港隊方面，咁喺 Westwood 嘅體系裏邊，佢唔容納有呢啲咁嘅球員喺度，呢個係佢嘅主觀意願，係佢個執念。咁佢堅持呢樣嘢，佢唔需要呢啲咁嘅球員嘅話，其實你係冇得同佢拗嘅，你係冇得同佢辯駁，因為佢係教練，你唔係
係咪？佢有咁嘅體系嘅理念，佢堅持唔需要呢個咁嘅球員。其實你點樣話佢呢？佢都有佢自己嘅諗法喺度嘅。但係我想指出嘅係，我完全唔反對韋斯活有佢自己嘅主觀嘅執念，但係如果從球員嘅人心管理上邊，我認為咁樣做呢係好奇差一著。我認為韋斯活咁嘅做法呢係好似一個苦行僧式嘅做法，即係點呢？即係佢攞啲麻煩事擺喺自己身上，我覺得係佢將自己擺喺一個唔係一個有利嘅位置，佢將自己擺喺一個風口浪尖上邊，佢將自己擺喺一個被口誅筆伐嘅位置上邊。我覺得從人心管理去講，其實你對於劉志樂，你用佢好唔用佢好，如果我係 Westwood， 我覺得最好嘅人員管理嘅方法係我照選佢入嚟，最多都係唔用啫。嗱，喂，我選咗入嚟，咁大家冇嘢好講啦。唔用係因為我認為個場面上邊唔合適，所以唔用。咁呢個冇得點拗喎，係嘛？好過而家係入選都唔入選，而你見到入選嘅球員有啲球員你都覺得應該唔係好值得入選嘅。其實現階段就係、例如係米高啦，Michael 其實我覺得佢現階段真係唔足以入選港隊嘅。咁另外新入選嘅有洛迪古斯啦。咁你話洛迪古斯喺足總杯呢一場交咗球助攻，咁就值得入選啦咁樣。咁但係喂，人哋劉志樂入咗10幾球喎，係嘛？洛迪古斯入唔入到10幾球先？係咪先？咁好啦，喺人心管理上邊，如果你唔俾一個，你對於一個球員喺一季嘅數據裏邊交得咁好嘅表現咁好嘅時候，你視而不見，你變相會營造到嗰個揀人嘅氣氛係模糊唔清晰。到底啲球員係憑乜嘢入港隊嘅呢？即係如果喺人心管理上你做得好，係有即係所謂真係有公關嘅話，係你有啲界線或者你有啲獎勵噶嘛？你有一個球員數據交咗咁多出嚟，我心裏邊唔用你都好，但係我係要 PR 上贏，我就揀佢咯。我次次都揀，可能真係有時用得着，咁長期用唔着，你係冇得鬧到我噶，你係鬧唔到我噶。如果 Westwood 能夠咁做嘅話，其實佢係少好多麻煩。但係當然我真係唔知佢嘅性情係點樣，可能佢覺得咁樣令到佢有壓力咧，佢會更加專心做好佢嘅工作，可能係咁，我唔知。我都話佢苦行僧式嘅，如果係咁嘅話就，所以呢個係人心管理嘅問題。你令到之後嘅球員即係想入選嘅球員，到底佢要達到啲乜嘢水平，或者達到啲乜嘢數據先得呢？咁呢個就係啲球員就有疑問啦。喂，好，其實我相信喺香港踢得波嘅，其實大家嘅終極目標都係想代表香港隊噶，都係代表港隊去出去比賽噶。即係想即係叫做嗰個為榮譽感而戰噶。咁到底佢哋所有嘅本地球員，佢到底行一條點樣嘅路，或者佢做啲乜嘢嘢先可以朝向呢個目標進發呢？原來唔入得多波，原來都唔得嘅喎，咁你咪 release 咗個咁嘅信息同埋咁嘅思維俾佢哋咯。咦，咁我有咩辦法呢？係咪要用其他方法呢？係咪要用一啲非球場嘅方法呢？咁喺球場上我不斷用數據證明自己，我證明唔到嘅時候，咁我仲有啲咩計呢？咁呢個就係喺管理上邊，我覺得會為自己帶來好多危機咯。如果你要我評論 Westwood 對於揀人方面嘅一啲諗法嘅話，所以我明球迷點解會嬲啊？明白球迷點解會覺得唔抵啊？咁就有句説話成日講啊嘛，咁你情願人哋覺得你唔抵，好過人哋覺得你唔配。今次嘅港隊名單，你覺得有邊個你真係覺得唔係好配入選？我頭先我 name 咗，我覺得 Michael 唔係唔配。佢係唔夠好，未係嗰個 level 可以入選到。我覺得 Michael 咁再加上佢成日山長水遠飛翻嚟入選，但係其實又唔係話踢得咁多。咁其實佢自己喺球會嗰度嗰個級數又唔係高。我自己建議 Michael 不如快啲，即係揾翻個出路出嚟，俾自己可以更加多
空間去提升自己。真係而家幾次睇 Michael 踢波，我都覺得好似冇分別嘅，同幾年前睇佢踢波冇分別嘅。有咩進步？冇進步過乜滯。你其他球員你見到係有進步嘅，明顯本地嗰班你都見到有進步，但係我真係睇咗咁耐 Michael 都仲係未有進步。啱啱出嚟嘅時候我仲幾包容，但係睇下你就知道，哇！佢好似越踢越迷茫嘅感覺咁樣。佢係好享受入港隊啊，咁但係你都要交好表現先得㗎。咁另外就奧力斯入選嗱，奧力斯咧我不嬲都唔係話太過識得欣賞佢嘅。咁佢係成日都有啲神救啦，又因為佢好高啦，成日有時都彈得好遠啦，會有啲即係千鈞一髮嘅神救。我認為佢係有呢啲咁嘅硬件上邊嘅優勢，但係佢好明顯咧，其實喺穩定度方面係好不足嘅。喺代表隊嘅比賽裏邊，如果其實穩定度咁曳嘅話咧，其實我係好有保留同埋懷疑。你話以前保羅都唔算好穩定，但係保羅嗰啲唔穩定，其實佢唔會失太多波，但係奧力斯嗰啲係真係失波喎，係實牙實齒失俾你㗎，佢嗰啲係。咁所以麻麻地，我覺得選奧力斯。其餘嘅人就勞列斯都入翻嚟啦，咁但係勞列斯就嚟緊應該係北上嘅嚇，咁但係就要觀察下佢嗰個狀態係點樣樣。咁其實本身勞列斯即係 fit 嗰排喺港隊嗰排，我認為都係一個好嘅一個中堅嚟嘅。咁但係最近狀態又唔知成疑，又可以唔係好睇到佢個表現係點樣，所以都呢個都有少少疑問啦。其餘就尼古拉斯啊、李小恆呢啲，我都估到佢一定選噶啦，都唔使問噶啦，一定選噶啦呢啲。咁，其餘就吳宇希都喺度嘅，咁呢啲都係磨練當中啦。你嗱吳宇希呢啲位，我認為冇問題喎。咁你後生仔，咁佢又已經北上咗，一路都磨練緊自己，咁你咪俾個希望佢咯，係嘛？你俾個希望佢一路 keep 住自己，有嗰個飢餓感，同埋向上不斷要維持住嗰個位置，咁不斷要向變好咁樣。咁呢個咪係嗰個方法咯。咁但係點解呢把尺又擺唔到落去劉志樂嗰度咧？呢個就係唔明嘅位啦，係啦。好，咁名單上邊嘅評論咧就大概嚟到呢度，其餘我覺得都係仲有講到就艾華頓啦，艾華頓就應該唔會出現噶啦嚇。印度同埋尼泊爾場都唔會出現噶啦，咁佢應該就係翻巴西。咁冇嘢好講喎，咁你主教練又容許呢件事發生嘅，係咪？我相信主教練係容許㗎呢件事。咁主教練容許個球員又要咁做，咁我諗佢自然都會有球迷亦對佢嘅咁樣嘅行為都會有評論啦嚇。我自己喺度都唔多作評論。咁你係黃牌，球迷想睇你踢嘅，我想睇你喺度嘅，咁你認為有其他緊要啲，咁或者係你個身體都好傷啊，你一定要醫療啦咁樣，咁但係尋日又冇問題，頂埋尋日就得啦，就唔得啦咁樣，咁冇計，只能夠我冇計嘅。但係香港隊有佢係差好遠咯，我相信香港球迷都係好想艾華頓喺度咯，咁最後佢唔喺度都冇辦法。講完。好，下一個 topic 就講翻足總杯嗰場。足總杯咧，其實就成場賽事講下啲排兵先咯。劉樂嗰邊就劉志樂啦，咁伊巴謙啦、雷仙奴啦，然之後就安沙搭住巴拉克啦、李永豪、姚浩明就兩邊嘅閘啦，梁偉峰、林遼泰、林唐真就後邊嘅中堅啦，奧力斯就係門將啦，東方嗰邊就巴科爾嘅前鋒啦，然之後費利普薩喺左嘅應該就係，跟住然之後巴道姆偏右咁啊，聰啊。同埋就 Fago 就係防守中場，跟住然之後就都幾亂嘅排得下。咁然之後咧，仲有就係卡路士啦，同埋就傻邦，咁就係中堅。另外就黃子浩就係左閘，右閘就係何爾。佢哋組段咧都偏向壓得好前嘅東方啊。咁然之後咧就好快開紀錄嘅，反而就係流浪嗰邊。其實佢東方當我哋組段發覺打得幾前嘅時候，劉志樂好，然之後成隊流浪都好啦，都係好揾到一啲好好嘅快攻機會，然之後只係2至3個人就可以好快推進到去上前場嘅位置，跟住然之後亦都好快都產生到滿滿機會。咁嚟自流浪嘅快攻啦，9分鐘咁其實就右路位置雷仙奴嘅傳中嚟嘅，跟住然之後就入到禁區裏邊輾轉撞下，安沙有一個撻射，其實佢都射門安沙，點解撻完之後咧變咗個助攻？咁門
門前咧，劉志樂就快步一篤就篤入咗啦。咁領先1-0就係喺早段啦。咁其實就一路個比賽嗰個發展落去咧，其實係冇乜點樣變個節奏，就係東方咧。佢都係想楞住個波，慢慢消磨住個局面先，揾機會等死球咁樣。咁但係流浪係非常之搶姜地，好快有時喺中線附近已經截到啲波，然之後不斷2-3個就打快攻衝上去，然之後亦都好快都形成咗一啲射門嘅機會。呢場波呢，其實係好似俾流浪係不斷好完整、具體、妥當地演示佢哋打快攻同埋反擊嘅能力。咁其實都踢得幾開放下㗎，喺上半場前段同中段踢得幾開放。咁雷仙奴其實呢場波咧都雖然有啲毒食，但係好明顯喺右路位置係都爽咗好多。佢上腳咧嗰個合理性高咗喺呢場波裏邊，而且都多咗傳中令到咧喺一啲尾處伊巴謙捉尾處嗰下咧，其實成日都騷擾到東方嘅後防線。而且喺45度角嘅傳中都好多啦嚇，跟住然之後就去到38啦，咁雷仙奴喺右路咧，其實咧有一下咧係黃子豪就失誤咗啊，應該梁偉峰送長傳啦，黃子豪失誤咗啊，然之後雷仙奴吸過咗阿輝啊，可惜佢起唔到腳。其實如果嗰度入埋2-0嘅話咧，其實係會令到東方係好麻煩嘅一件事嚟。跟住落去嘅發展，大家都見到，因為東方要入翻入球都好難啊，喺成場波裏邊。法國咧就喺流浪嘅右路位置，其實個進攻係都幾如取如攜。咁呢個同阿黃子豪有關係，因為佢似乎都喺呢場波裏邊喺限制對方嘅傳中嘅空間上邊咧，似乎就唔係好跟得夠貼啦。咁令到對方係好容易放到大量嘅傳中上到去，而且流浪呢場嘅手轉攻嘅速率係相當之驚人，好快又好多人係咁衝上去，反而就呢場波東方中場嘅速率有啲偏下風，即係阿聰同埋搭住 Fago， 似乎喺呢場波裏邊兩個都被壓制喺速率上邊，唔係話好幫到球隊手轉攻或者攻轉手，即係走兩端都唔係話特別去跟得好貼到啊，所以係佢哋都踢得好吃力啊。咁1-0啦，完成上半場。去到下半場，流浪整體都係仍然比較快啲一隊，佢哋喺禁區頂彈啲互傳互動都彈得幾 firm 下。40零分鐘至50分鐘嗰段時間咧，其實你會開始留意到東方喺呢場波發展到而家呢個階段，仲係冇乜側擊啊！即係平時成日都會放下傳中啦，擺個尾柱度爭下高波啊 set 啲 second 波啊，但係呢場波東方去到50零分鐘好少側擊，成日踢中路啦，咁但係禁區頂就完全俾對方搞殺啦！咁有安沙啦、巴拉克啦等等啦，咁林遼泰有時都係飆上嚟幫手去殺啲波，咁令到中路攻擊無效。其實咧，東方喺呢個 moment 咧就係好需要多啲球員去拉邊落底傳中，即係叫做斬啲波出嚟。咁其實喺嗰個 moment 咧，其實我亦都即係特登 mark 咗嘅，就係東方嗰陣時係好需要賓幾文嘅元素。因為呢場波咧，其實賀爾咧，就算佢作為一個右閘，不過而家都係嘅啦。賀爾基本上咧，佢手轉攻咧上到去咧，佢會變形嘅，佢會變成一個大約靠近中路嘅角色，佢唔係成日黐住條右路位置嘅賀爾。咁所以50零分鐘嗰段時間，我已經 mark 咗係東方需要賓幾文。咁好就好在乜嘢咧？就路比度咧都真係算係因時制宜嘅啊！佢去雖然遲一少少，我覺得佢去到67分鐘咧就真係擺賓幾文落嚟嘅啊！咁點解我話需要咧？因為賓幾文係一個好 natural 挨住邊，然之後有波佢就衝落底線出波嘅球員。東方嗰刻其實佢係需要一啲咁嘅球員去拉闊佢嘅進攻面，然之後拉散對方嘅防線。如果唔係流浪條防線好容易 handle 嘅啫。你係咁嚟中路啊，我擺晒啲人喺度咪得咯。OK， 咁嗰陣時就賓幾文換咗衝啦，然之後就係洛迪古斯就換咗費利普薩。咁洛迪古斯好明顯後備一出嚟嘅時候，其實係發揮到支點作用係嘅，即係佢唔使喐動太多，佢就係喺禁區頂高波落嚟，黐啲波落嚟，或者用頭錘 set 翻啲波落嚟中間，等你後邊冚上嚟。不過當洛迪古斯發揮到呢啲支點作用嘅時候咧，東方啲隊友們咧，或者後上嘅中場門咧，就唔係話咁熟練去到後插上衝入個禁區頂中路位置產生射門機會。呢個係我諗套路上邊平時東方唔算太多呢一類嘅操作。馬高斯喺嗰個位亦都冇特別去 sense 到隊友有咁樣做，所以馬高斯就最似係會喺後上冚上嚟揾機會射門嗰個。咁但係似乎當洛迪古斯發揮到呢個作用嘅時候，馬高斯亦都冇特別真係配合到佢。咁呢個真係可能大家唔算太夾啊。
換晒人之後，其實流浪都幾專心等快攻啦。咁啊，東方嗰邊其實亦都擺咗賓基文落嚟之後咧，坦白講係冇乜點樣用到嗰個邊嘅，即係佢換完人之後，嗱個元素就擺落嚟，但係球員係冇乜特別真係話專心用到個邊。咁呢個係一個當時我覺得都點解會咁樣嘅咧？都有啲唔係好精神啊！呢場波東方啊，咁但係又得意喎，即係神奇在於佢東方個韌力好夠，係一啲呢啲，但係成日都講嗰啲冠軍上就係一啲你明顯表現得唔好嘅比賽，你明顯成日都受壓，然之後嗰日有少少發台灣感覺嘅比賽裏邊咧，輸住一球，但係死唔斷氣，一個韌力足夠情況之下咧，就可以叫做反撲啊！咁80分鐘啦，咁洛迪古斯嗰球波其實擺入禁區裏邊係擺得好巧妙嘅，嗰個助攻係擺得靚嘅。咁其實巴科爾嗰下嗨到個波篤射係緊掂到個波改變少少方向，真係嗨到下嘅啫。然之後個波慢慢碌咗入網，其實奧力斯係都冇啦，咁佢對方係改變咗方向，咁奧力斯落咗地啦已經。咁你嗰個時候就1-1，咁你1-1之後咧，其實都會有人講嘅，就話其實流浪嗰邊應該要早啲換比迪高落嚟咁樣。咁但我自己個人覺得咧，因為喺失波之前嘅流浪其實係一路喺反擊個拍快攻個拍係冇問題嘅，個 flow 係冇問題。我覺得球員嗰個 moment 贏住波個心態好專心，但係失咗一球之後咧，好明顯好崩啊！好明顯即刻崩啊！咁你話喂，嗰個 moment 1-1即刻要擺俾你高，喂大佬啊，你要叫嗰個球員落嚟，你都要俾佢足夠熱身，然之後就算佢熱好身，佢都要即刻着鞋啊，成啊點樣，即係佢要 ready，佢都要我諗要3至5分鐘 ready 啩。咁你80分鐘失完，你81分鐘已經失埋，咁啊冇啦。咁你即刻你見到俾你高落嚟嘅時候，都已經係85已經3-1啦，咁冇啦，已經玩完啦，已經嚇。81分鐘2-1嗰球咧，巴科爾又真係非常之級數嘅顯示啦。嗱，嗰球波其實係 Timmy 嘅助攻嚟㗎嚇。Timmy 喺後場左路位置引埋嚟中間，然之後拖個直線，巴科爾左路喺禁區頂係直接笠死奧力斯嘅。佢見到企出嚟多少少，然之後就直接笠落去擺落個尾柱度，好靚，觀賞性好高球波，好誇張其實。你見到佢個決心好強，攞順即刻笠噶啦。咁呢個都係2-1嘅時候，你見到流浪好似未意會到發生咩事咁樣，就已經2-1咗啦。跟住然之後再過2分鐘，呢個係巴科爾喺3-4分鐘內嘅一個帽子戲法，係好誇張其實啊。賓基文大腳向前啦，喺後場右路，其實冇心嘅賓基文個腳波，大腳向前，點知林遼泰咧左望右望又冇追個波，其實呢啲係自己心態上面失誤啊，即係冇個警覺性唔夠啦，或者嗰下心態已經想半放棄啦，出咗事啦咁樣，咁然之後巴科爾 bling bling 咁啊後邊衝上嚟攞埋個波單刀，然之後射近處搞掂埋。其實流浪係踢到80分鐘好波，咁但係一下嘅心態崩潰，就已經輸晒所有嘢。其實係似咩呢？似上次喺足總杯決賽對傑志嗰場，嗰次係上半場短時間內幾下心態崩咗，咁就冇咯，玩完咯咁就嚇。其實兩次都係呢個同樣嘅情況，流浪喺足總杯嘅決賽。咁然之後86就安沙2黃1紅啦。咁其實你見到安沙嗰個2黃1紅已經係即係想走場咁樣感覺噶啦，已經係即係其實佢都放棄咗，咁就是但啦，拱落去啦咁樣。咁去到補時階段咧，東方已經叫做把持晒局面噶啦，流浪已經冇乜機會再反撲噶啦。但係 Timmy 都仲有一個起腳嘅，咁但係就喺算係半單刀啦，因為都中路推埋嚟對咗門將，咁奧力斯救到嘅一球波。咁最後就3-1，咁恭喜東方咧，今季就銀牌同埋足總杯2個杯賽冠軍都立晒嘅。咁就場波咧，其實精彩程度嚟講，雖然係突然之間後段咁多入波出現，但係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不是太精彩啊。咁亦都要好佩服巴科爾嘅個人嘅表演啊，即係始終啲波一跌落佢身上嘅時候，佢係點搞都有嘅。呢個你冇辦法唔佩服佢啊！呢個就係佢嘅特質特點。咁點解攞咗球先生
啊，好有說服性啊！我覺得都其實真係咁兩個都係啦，即係足球先生又好，然之後盧比杜又好，咁喺呢場波裏邊大家都唔係好順嘅情況之下，咁樣反勝贏波捧杯咧，嗰個說服性都喺度啊！咁呢場波你話論球員表現，我其實覺得大部分時間嚟講係流浪嗰邊好啲添啊。安沙其實喺大部分時間表現都唔係曳嘅，但係佢成日都唔知點解有時踢後短路咁樣咧，好奇怪嘅啲波。雷仙奴都係咁樣，但係去到雷仙奴去到後段就個角色越嚟越低沉啦，因為可能體能下降啊 ，drop 咗啦，開始冇咁集中啊，咁會曳少少咯。姚浩明踢到60零分鐘受傷，換咗姜顯上嚟嘅。巴拉克其實整體嚟講都不是太差，都 OK 嘅。嗱，其餘咧，我覺得後防啊，即係流浪後防嗰度咧，大家要留意下梁偉峰。其實今季有明顯嘅進步，梁偉峰係慢慢多咗進步，見到佢有時喺嗰個。嗱，佢踢中堅啦，但係佢身形又唔算係十分高大嗰隻，但係佢都幾大隻嘅，對抗幾強嘅球員。咁佢又可閘可中堅，但係佢閘就冇中堅咁好，中堅好少少，所以企呢啲三中堅嘅側邊嘅中堅位置咧，其實都幾啱梁偉峰去做啊！而且佢啲傳波都 OK。咁其實呢位球員你可以未來再觀察下㗎，即係如果有啲球隊係踢三中堅嘅話，梁偉峰係一個好選擇嚟㗎。咁睇下其他球會唔會都留意到呢位球員咯。東方嗰邊都係，我覺得反而呢場波係佢大部分時間好多球員都踢得幾麻麻地嘅啊，費利普西麻麻啦，巴杜姆麻麻啦，王子都麻麻地，馬高斯靜啊，其實跟住之後 Fago 但馬聰都唔係話特別好呢場波嚇，咁係得巴科爾就特別搶咁解咯。咁後備上陣就羅迪古斯啦，阿 Timmy 都好嘅，後備上陣嗰幾個都好啊。賓紀文就嗰腳你當唔當佢係助攻啦？雖然佢求其向前踢，但係你都可以話佢助攻嘅嚇，即係話後備上陣嗰3個球員全部交晒助攻。Timmy、洛迪古斯、賓紀文、巴科爾3個入球都係呢3位球員後備球員做助攻嘅。咁只能夠講盧比度有點就成金咯，一換上嚟全部交到貨啊！佢同你消磨大半場時間，最後先嚟出拳。咁呢個亦都要你犀利。戰術大師，OK， 真係要俾啲掌聲穿落，冇計。好咁啊，最後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就中意嘅話咧，記得 subscribe channel 啦。咁翻鐘仔就唔會錯過下一條片。俾個 like、comment 講下對場波啦，或者對港隊決選名單嘅感受係點樣樣。另外就課金至少大家少少嘅支持，多多鼓勵，無論 PayMe 定 FTX 轉數快都可以啊。連續2晚出片啊，都算係咁啦。各位朋友，課金支持下咯，好唔好啊？嚟緊6月5對尼泊爾。名單大家已經知啦，喂，其實尼泊爾呢場咧都 OK 啊，大家都入場睇下啦。即係印度嗰場，大家已經賣到都，我琴晚講就我自己最保守35000啦，最覺得最好就45000啦，應該就唔會話爆到5嘅，點都有啲buffer位咧。如果爆咧，應該我估爆極都係45000、48000咁嘅啫，真係爆啊！如果超理想啦，就呢個就45000，我覺得就係。奇蹟一樣啦，咁但係我自己希望啦，如果有4字頭都好開心啊，有4字頭真係好開心啊！大家而家點啊？而家都仲應該仲買到嘅，佢一時時嘅，佢應該賣完一 block 又一 block 咁樣賣啊，所以咧你有時見到佢售罄，突然之後過一排佢又出翻嚟又有得賣咁樣，咁希望大家就爆買啦對印度嗰場，咁但係對尼泊爾呢場都可以爆買噶嘛，係嘛都 OK 啊，都好睇啊，唔知有冇阿 Day 做表演嘉賓啊？因為阿 Day 有尼泊爾血統啊嘛，嗱之前菲律賓嗰次就有死咗一時唔記得咗叫咩名，中油美係咪啊？嗰佢又好似菲律賓血統，係啦，跟住之後阿 Day 就有尼泊爾血統，咁希望係咁樣。OK， 唔知啦，講下就我都係，可能都好貴咧，請阿 Day 大佬唔平一定，佢呢排成日都周圍走，我見到，同埋應該好忙，係咯。好，同學話就講到呢度，下條片就係講尼泊爾啦。好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